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啊，是三大指数啊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8%，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数跌1.13%，北证50跌1.4%。沪深两市成交额啊接近1.9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啊缩量1837亿。两市3700只个股下跌，也就是跌多涨少啊。消费电子、机器人、汽车整车、低空经济等板块涨幅居前，农业、白酒板块跌幅居前。这两天啊，这个沪市啊，这个沪指啊，都是十字线呢，阴十字线和阳十字线收尾，这个走势啊，总感觉很压抑啊。尤其是今天啊，这个三大指数是低开，然后冲高，然后又回落，后面尾盘跳水，集体下跌。这个走势感觉啊，这个主力啊，或者是其他的资金啊，想奋力啊，想挣扎，想爬起来，最后不仅没有爬起来，反而摔得更狠。从这个 K 线看啊，到底是倒车接人，还是意味着要变盘？恐怕后面两个交易日啊，就能看出来，到底是这个回马枪，对吧？洗盘，然后接人，然后加速上行，还是后面要变盘往下？今天啊，这个下跌啊，实际上跟昨天啊美股走势有极大的关系。昨天晚上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啊回调比较多，这个我看阿里好像跌了10%吧，腾讯也跌了5%以上。前几天啊，这些海外机构啊、外资啊一致唱多中国资产。我记得我在前两天节目都说过了，这个当这些海外机构啊一致唱多，尤其是那些空方多的，就预示啊这个恐怕要变盘了。海外机构啊异口同声唱多，反正不是好事啊。所以今天直接来个低开，你今天这个沪市的走势啊，你不能不说跟这个纳斯达克啊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但是啊，是不是意味着啊这个春节前后啊进来的这波资金，就这波炒这个 DeepSeek 人工智能的，还有炒哪吒2的，是不是这些资金已经离场了？目前看也不像啊，因为这个交易量还在这儿，1.8万亿、1.9万亿、2万亿，这说明这些热钱呢并没有离场，还在里面等机会炒作。所以说你要说明天就会来一轮暴跌啊，这个似乎可能性也比较小，但是大家还是要警惕啊。也很奇怪啊，阿里巴巴刚宣布啊，什么他花了3000多亿要搞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基础设施，对吧？在这块投入，本来是市场反应应该是利好，结果在美股那儿阿里巴巴暴跌10%。是不是利好出尽是利空？是不是这些外资正好配合这个利好出货？这个今天晚上看一看，或者这两天大家恐怕就能看明白。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金融指数还有这个海外的这些中概股中国资产，这一轮下跌是一种正常的回调，因为最近涨得太多。但是这个华尔街对美股又发出警告，知名投行预测标普500今年将跌10%。据证券时报，美国知名投行警告称美国有可能在2025年遭遇最糟糕的经济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美股市场可能大跌。该名分析师说美国经济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入温和滞胀期，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可能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分析师们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他们预计2025年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将停留在2.75%左右，高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他们警告称高通胀可能阻止美联储降息前景，预计美联储今年不会进一步降息。所有这些都对美股市场不利，投资者一直在消化经济持续走强和借贷成本下降的影响。他预计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上升的双重不利因素将在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引发美国股市大跌也就是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美股会大跌。对于咱们不炒美股的人来说这个听一听就完了，涨跌跟咱们都没有关系。咱们还是多关心胡适，都密切关注胡适的动态。如果胡适他这一身的病治好了，咱们也可以去参与。但是现在呢，我们一直说这个他是一身的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财联社2月24号电说这个
村长啊，在新型工业化发布，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型工业化的文章表示，持续改善资本市场生态，落实监管要斩牙待刺，有棱有角的要求，严惩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场、违规减持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三公，促进基本强本强基。同时啊，鼓励践行无要无不要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督促上市公司、行业机构等坚守法治诚信、契约精神，履行信义义务和受托责任，涵养尊重投资者、回报投资者的股权文化，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优良软环境。按照网友说的啊，咱们吆喝什么，呼吁什么，那就说明缺什么。一个发展了30多年的资本市场，居然还呼吁啊，叫契约精神啊，要坚守法治诚信，要履行信义义务、受托责任，就是已经玩了30年了啊，一个赌场开了30年，还要求这些啊上市公司，哎，你们要坚持这些。也就是30年来，我们还在强调什么严惩了这么多年，造假的上市企业一共抓了多少，惩罚了多少，对吧？到现在一共退市多少家？这个退市啊，如同虚设，对吧？天天看我节目的知道啊，我这提倡啊，这5000家上市公司啊，至少有1000家应该让它永远的啊消失在资本市场啊，这些害群之马，这些垃圾企业。虽然我们啊年年喊，月月喊，对吧？要从严监管 ，IPO 审核从严，但是结果还是，对吧？带病上市啊，层出不穷，对吧？监管前脚刚查，后脚又冒出新花样。至于什么违规减持，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但一个市场居然不让人卖出的时候，你只能说明这个市场有问题。这个我跟那个很多专家教授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公开市场，你凭什么不让我卖啊？大股东也是人呐，大股东凭什么不能减持啊？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对减持这么深恶痛绝呢？大股东减持我们骂他，那二股东呢？那小股东呢？比如占有1%、2%股份的股东，哎，这个钱也不少啊。你散户买个1万股、100万股，你占人家的0.1%，对吧？他有的小股东占1%，还要占0.8%的，他能不能减持？他减持就没问题是吗？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减持上面，减持是一个资本市场应该有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上市你不让我减持，那我上市干什么呢？大股东套现，他为什么要套现呢？我觉得这个是根源，对吧？你不把这个根源给他治好，你出什么政策不让他套现都没用，因为你这个证监会的法律啊，你这是部门监管，你跟国家的法律你还低一个层次。正因为你跟法律你还低一个层次，对吧？你就是部门的规章制度嘛，你跟法律没办法对抗，所以说啊，那人家就利用法律的漏洞来减持。那你说你证监会有什么脾气？我们以前说了啊，通过司法拍卖来减持，你能怎么着，对吧？我就讲个故事啊，我这个大股东啊，我现在这个股价是10块钱一股，我恐怕就值10块。哎，作为大股东来说啊，他心里有数，我这个10块钱一股差不多。那现在恐怕他市场上就是10块钱一股，但是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规定了，你大股东不能减持，或者还没到时间，对吧？这个禁售期还没到，所以你不能减持，你减持要发公告。那大股东会怎么办呢？把他的股份，我押给银行贷款，这个是国家规定的，可以的，对吧？这是我的资产，抵押给银行，那银行会给他贷多少呢？按5块钱一股给他贷款，这叫质押。但是啊，大股东觉得啊，我这个值10块，然后你这给我贷5块，我这亏了，贷少了，所以他就有可能讲故事，对吧？我这有算力啊，哪怕你是个印刷厂，你也可以宣传你有算力，对吧？哪怕你是个做鞋的，你可以说你是人工智能，对吧？最近不是一个养猪的号称自己也是人工智能吗？你这故事一讲，股价就上去了，怎么着得10块涨到20块，20块你再押给银行，银行给你10块贷款呢，哎，这个大股东觉得合适，他把这个股份抵押给银行，他1块米股10块到手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不还了，对吧？钱他已经套现了，你要知道他没有卖给散户，他卖给银行了，对吧？他在二级市场不让我卖给散户你不让，那我就卖给银行，银行买了，然后他也不打算还这钱，他钱已经拿到了，已经润到国外去了。然后对大股东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虽然他这个股份质押给银行，钱拿到了，但是他行使的这个投票权、所有权还是大股东的，所以大股东还是牢牢的控制着公司，反正我也不还钱，银行没有办法起诉他，找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把他的股份在二级市场卖掉，那还不是减持吗？你说你证监会能不让人卖吗？就只要想减持，我的意思是，只要想套现、想减持，有的是办法。所以你靠扎篱笆，你说不让人家减持，你不让人家减持，就像不让人家尿尿一样。所以我说啊，问题不在减持上面，问题是应该让这个大股
股东舍不得减持，他觉得我卖亏了，对吧？现在市场上炒到100块，我这个股票我能值1000块，我为什么现在卖掉呢？我卖了钱我干啥去呢？又没地方去投资，对吧？让大股东自己就觉得我卖了我亏了，只要大股东产生这种反应，他那个股票就要走得好，对吧？什么时候反过来，监管部门、散户天天骂这些大股东是守财奴，是铁公鸡，对吧？一股都不减持，对吧？天天逼他们减持，对吧？你要把股票卖出来，让散户啊也跟着后面沾光，那个时候就说明你这个资本市场好了。你只要不让人家减持，说白了就是你这资本市场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那个它涨得太高了，它那个原始价格1毛钱一股，一上市变成50，涨了500倍，你说哪个大股东他不心动啊？对吧？你说明你这个发行机制是个病态的发行机制，你问题出在这儿，对吧？还有就是治理，对吧？这种垃圾公司它没有盈利前途，它没有成长的这种可能，没有想象的空间，它也能上市。比如那个什么马可波罗瓷砖，人家来只要能上市，它叫减持的，上市它就胜利了。你说，所以说啊，这还是本身这个发行制度，它自身的这个制度啊出了问题。所以说你不让大股东减持是治表不治本，没有用的，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大股东舍不得减持，天天逼他，对吧？不减持我就罚你，然后大股东变着花样的不减持，你这就才说这个资本市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啊，这个村里面这种表态啊，说白了就是老调重弹，年年起来就这一套，对吧？给市场画大饼，安慰这些被割惨了的这个金融消费者。这个生态改善啊，不是靠嘴上功夫啊，不是靠你天天喊口号啊，是真要下功夫治理，真刀真枪，否则的话喊了30年，你还接着喊40年，喊50年，长牙带刺，你牙长得再尖，对吧？你不使劲的咬，你不真咬有什么用呢？对吧？你的刺再长，你不针扎还是摆设。所以我在以前就说了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不见什么不让减持，那说明这个市场就正常了。这个北京商报啊，今天啊又发一篇文章，叫股市小作文危害大。北京商报发文指出，市场交投火热，个股小作文时有出现，部分资金通过编题材、讲故事的方式操纵股价，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不仅会打击价值投资理念，更会让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公平、公正、公开产生怀疑，从而破坏慢牛走势的基础。面对编题材、讲故事、操纵股价的严峻形势，证监会严查行动无疑是一剂强心针，通过加强监管，能够有效地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操纵股价行为的发生，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说，随着证监会对操纵股价行为的持续打击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 A 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合理，在价值投资理念指引下，投资者将更加注重公司的基本面和内在价值，从而推动市场形成更加稳健、可持续发展态势。同时，随着市场透明度提高和投资者保护机制完善，中小投资者将更加有信心地参与市场投资，共同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果。这是北京商报啊，股市小作文危害大。这个小作文啊，一是上市公司，对吧？源头在上市公司。第二呢，这些游资做庄的，这制造谣言的。第三就是这些所谓的金融消费者、赌徒，他们来是赌博的。所以说这三者啊，缺一不可。小作文的危害大，那真正的内幕交易危害更大。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外媒，因为我们的小作文很多都是外媒传的，什么彭博社，对吧？还路边社，这个社那个社传言，他一个传言，整个股指还要涨，这个都不重要啊，重要的事后验证了他的传言还都是真的，那你说这个算不算内幕交易啊？他那传言从哪儿传出来的？监管部门敢查吗？监管部门就不敢查，都不敢问，对吧？对路透社、对路边社、彭博社的这些小作文，假装没听见，假装没看见啊！正因为这个你根子上处理不了，所以这个小作文才，对吧？才如火如荼啊！说到小作文啊，我们就不能不聊一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对吧？胡一进老师曾经也是股市小作文，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当然现在他虽然不写这个股市的小作文啊，偶尔写一下，但是对吧？他其他的小作文那还是不断呢，对吧？前几天疯狂的给俄爹洗地，为俄爹鼓如呼，今天啊又继续加油啊，对吧？继续庆祝这个美帝跟俄爹坐到了一个板凳上。胡一进老师又鼓掌了啊！胡一进老师今天写了个微博啊，他说啊，世界真变了，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问题投票中竟与俄罗斯肩并肩，对乌克兰和欧洲谴责俄罗斯入侵、要求俄立即撤军的提案投出反对票，这比美俄单独谈判对欧洲的精神冲击还要强烈。欧洲舆论指责美国可耻的声音震耳欲聋，与俄美一起投反对票的国家共
共有18个，包括朝鲜、白俄罗斯、以色列等，印度、中国、巴西等6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胡锦老师啊，为这个美帝啊跟俄爹站到了一起，又是手舞足蹈啊，欣喜若狂。胡锦接着说啊，他说另一个变化是，大概因为美国立场转变带来了全球冲击，与3年前联大类似的投票相比，战争票明显少多了。他以此来证明啊，俄爹发起了这个战争啊的正义性。那不就想说明这个吗？24日同一天，泽连斯基召集了一个支持乌克兰峰会，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前往基辅参会，他们均表达了坚决支持乌克兰继续战斗的态度，并且做出新的援助承诺，似乎要与已经转弯的美国对着干，事态正上升为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分裂。欧洲舆论在哭泣，在怒骂，他们无法接受美国作为西方老大哥的公然通敌和对盟友的背叛。胡锦老师下面又说啊，俄罗斯高度欢迎美国的转弯，但并没有完全买美国的账。对于结束俄乌战争，俄罗斯反复强调不接受一般性就地停火。他强调，虽然美方希望促成迅速停火，但没有长期解决方案，停火会使冲突很快卷土重来。这个胡锦老师说啊，说库尔斯克地区战场局势对乌军非常不利。2月19日，普京称俄军越过了库尔斯克，打进了俄乌交界的乌克兰苏梅州。1月24日，能直插乌克兰腹地的战略跳板被俄军攻陷。2023年，乌军精锐就是从这里发动了扎波罗热大反攻。这个最后啊，胡锦老师啊说啊，宣布啊，俄罗斯要么要一个完全胜利的谈判结果，要么就打出一个完全的胜利来。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单靠乌克兰的欧洲的力量挡得住吗？胡锦老师似乎又口气又变了啊，因为他10天前啊，他为他的俄爹就说俄罗斯熬出来了，似乎俄罗斯非常不容易，熬出来了嘛。现在似乎啊，这个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说俄罗斯要么要一个完全胜利的谈判结果，要么打出一个完全胜利来。那这么一说的话，那俄爹那什么熬出来了，那不是白熬了吗？胡锦老师啊，这个微博啊，什么世界真的变了。乍一看啊，这个情绪激昂啊，言之凿凿，仿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实际上啊，是漏洞百出啊，经不起推敲，充满了情绪化和逻辑上的硬伤，对吧？他靠这个美国在联合国投票的转向，以此来反证，对吧？俄罗斯的正当性和嘲笑欧洲的愤怒，对吧？然后来凸显啊西方分裂，这些令人震惊的啊这种叙述啊，公然为俄罗斯立场站台，实际上是暴露了胡锦老师没有是非啊，只有立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啊相当的这个叫浅显。胡锦老师说，这个昨天啊，这个联合国的投票啊，投赞成票的比那个2年前、3年前那个联合国大会啊，少多了。他无非就是暗戳戳的想说啊，你看看支持乌克兰的现在是越来越少，随着战争的推进啊，对吧？以前投赞成票那么多，现在投赞成票只有这么多，还不就是支持乌克兰的少了吗？他用这个票数啊来掩盖、来忽视了这个投票，对吧？前后这个背景的变化。前2次投票啊，对吧？那都是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以及侵略1周，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啊普遍震惊和严厉谴责，是达到一个顶峰。随着很多布查惨案，对吧？各种惨案，随着俄军对乌克兰的轰炸，狂轰滥炸，造成了难民，对吧？满欧洲到处跑，那么全世界对俄罗斯的这个谴责啊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大家对战争啊越来越疲倦麻木。那这第3周年这个投票的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人想看到和谈，也就是说啊，从最初的全面的战争和反侵略，现在已经转向复杂的这种政治博弈。而且这一次这个很多关键词啊、措辞啊，比如说立即撤军，或者是要俄罗斯归还领土，对吧？跟以前的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有很多国家他投弃权票，没有直接赞成。每次议案啊里面有很多内容不尽相同，每一次提的这个投票的议案侧重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能把赞成票变少，说纯粹是因为美国的转向。
用美国啊投了个反对票。实际上这个是叫地缘政治博弈的现实反应。巴西、阿根廷、沙特他们以前是投赞成票的，现在投弃权票，不是说跟着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这个特朗普啊，从竞选和他上台以后啊，一直支持通过迅速谈判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秉持的是美国优先和减少海外干涉他的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承诺，而胡锡进把这种特朗普的立场和俄罗斯的胜利画个等号，对吧？机械的把美俄并列，有意无意的忽略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啊这两者的动机和战略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异，然后正好趁现在的这个舆论混乱呢，想制造一种你看看特朗普和普京邪恶合流，误导他的粉丝，误导读者，对吧？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他不是美国优先吗？美国利益，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等于俄罗斯胜利是吗？我想这个连小孩都不这么想吧。当然了，是胡锡进老师啊，一贯的自相矛盾啊，一面痛斥美国通敌，对吧？一面他又说啊，俄罗斯不接受一般性的就地停火。昨天我在节目就说了嘛，俄乌节目里面，对吧？俄罗斯已经开出了条件，他为什么公然的提这些条件呢？说白了就是他们在沙特谈的，没有尿到一个湖里去。普京一看，这有可能要上特朗普的当啊！别看特朗普啊骂乌克兰、骂泽连斯基，骂得兴高采烈的，然后欧洲啊，然后再怼这个特朗普，感觉啊他们盟友之间乱作一团。实际上普京在旁边看了之后，发现自己啊也可能被绕进去，所以他立马啊公开他的分歧，对吧？说了，说美国啊，你对吧，一心一意促进和谈、促进停火，这个好意心领了，但是啊，一味的追求停火，这是对俄罗斯的伤害，影响俄美关系。然后人家开出来和谈的条件，言下之意就是你美国啊，你不要在这打马虎眼，这反而说明这个俄美根本就没有尿到一个湖里去，不要听特朗普在那胡吹。但是啊，在胡锡进老师这儿，那统统的是俄美啊，已经铁定了穿一条裤子，美国利益就是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利益就是美国利益啊。至于他说对这个库尔斯克、苏梅州以及那个什么扎波罗热，这胡锡进老师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了，对吧？他就忘了这普京说的话，公然打脸的不是一次两次，对吧？普京多次啊当着金砖国家领导人的面说在库尔斯克，对吧？有3000俄军被包围啊，3000乌军啊被包围。可悲的是，这3000乌军居然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那现在呢？怎么这包围的3000乌军在哪儿呢？没有下文，不知道。后来又说啊，在波克罗夫斯克，对吧？有1万乌军被俄军包围，神不知鬼不觉。现在呢，在发动侵略乌克兰之前，是不是普京多次表明不会有战争，不会去发动战争，公然撒谎？但是胡锡进老师把俄爹的话当作圣旨。乌军进入库尔斯克，8月6号，普京召集这个什么格拉西莫夫、别罗乌索夫一帮人开会。这个格拉西莫夫说啊，这是一小股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已经被赶跑了。结果现在啊，已经将近7个月了，这乌军在那儿越打越顽强，占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胡锡进老师对俄罗斯的这个所有的报道啊，对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那是照单全收，深信不疑。俄爹从来没骗他，怎么能怀疑俄爹呢？所以胡锡进老师啊，为了俄爹，那又是再一次啊，叫不顾老脸，情绪化的用夸张的措辞和编造的事实，拼凑出一个美国仇恨、分裂分歧、俄罗斯强势的这种虚幻的图景。胡锡进老师完全啊没有办法理解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是什么二元对立，也不是一个投票啊就能看到全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政府今天投赞成票，明天投反对票，胡锡进老师应该能理解。对吧？胡锡进老师前2天说了，特朗普啊是个商人，不可预测，他今天他又预测了。所以胡锡进老师说啊，开头就说世界真的变了，世界没有变，变的只是特朗普，变的只是美国选了这么一个总统，对吧？这个总统啊，他就是这种风格，他就是这种特点，你要关注他，你就得适应。今天特朗普当着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面，在记者面前撒谎，被马克龙礼貌的把他打断了解释，对吧？他说美国花了多少钱，欧洲没有花钱，结果马克龙给他打断，对吧？又是信口胡来呀。但是这个对他来说不叫事啊，对吧？人家主打的就是随口来。这胡锡进老师啊，就抓住了这个特点，拼命的为俄爹鼓吹打气，本质上啊还是让俄爹加仓。就是主观上他的意愿是什么？是恐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是客观上是起到了让俄爹加仓的这么一个作用。至于俄爹加不加仓，咱们只能是拭目以待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